之前我用咗好多洗碗嘅手套，都係覺得唔好用，直到我揾到呢一款手套咧，非常之好用。首先第一，我洗碗又好，或者有洗潔精喺上面，我係唔容易跣低嘅，亦都咧好 fit 我嘅手，同埋咧入邊咧嘅紋理咧都係唔錯嘅，用落去非常之舒服，唔會覺得點講咧？其他手套用落去咧好唔舒服，但係呢隻用落去咧就覺得好舒服，同埋手套嘅長度啱啱好啦，咁手指又唔會話太大太細啦。咁啊，呢一隻咧，我喺美國咧就暫時見唔到，呢一款幾好用。喺香港咧，應該幾容易揾到嘅。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參考左邊嘅說明。有需要嘅話，大家都可以試一試。如果知道美國有啲類似咁好用嘅手套，或者知道呢個喺美國邊度可以買嘅話呢，就留言話我知。